大家如果係熟悉香港嘅經典金曲咧，應該就會認得此時此處此模樣，係嚟自許冠傑嘅一首經典金曲《鐵塔凌雲》裏面嘅一句歌詞。咁呢首歌其後咧仲被譽為香港之歌噶，所以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揀咗呢句歌詞咧，就做我哋呢個製作嘅名。咁此處咧，好明顯就係指香港啦。此時此模樣咧，涵蓋嘅就係由70年代到現代，香港經濟、香港社會、香港文化、香港人嘅生活嘅發展嘅模樣嘅。咁點解我又揀咗用音樂劇嘅形式去表達呢一個主題呢？嗱，其實香港嘅流行曲啦，或者係粵語流行曲啦，更加具體啲講，嗰個發展啦，嗰個興衰啦，係緊貼住香港整個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嘅。咁呢個其實一啲都唔奇怪啦，因為香港嘅流行曲根本就係由一啲當時身處喺香港嘅作曲家同埋填詞人，佢哋所寫嘅作品嚟嘅。咁佢哋寫嘅時候，當然亦都係圍繞住佢哋自己本身嘅經歷啦，或者佢哋身邊嘅親人朋友，或者佢哋觀察到嘅社會狀況嘅得出嘅一啲感想寫出嚟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你話要了解香港喺過去呢50幾年裏面嗰個發展或者整個歷史係點樣，如果想更加深入啲，連香港人嗰個生活狀況啊，或者係精神面貌都了解得透徹啲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去分析香港呢啲廣東歌嘅歌詞個內容咧，仲更加比睇任何嘅歷史教科書咧，應該係更加深入同埋更加細緻嘅。我哋呢個音樂劇咧，就唔係一套有完整或者獨立劇情故事嘅劇嚟嘅，佢係由好幾個片段咧係交織而成。咁呢啲片段咧都係由70年代去到現代取材㗎啦。咁呢啲片段咧，可能係你哋或者我本身有經歷過啦，或者我哋聽長輩所講啦，或者就算唔係我哋親身經歷，可能係我哋觀察到身邊嘅人發生嘅事，或者整體喺香港社會發生嘅事。嗱，好多人咧都公認㗎啦，香港喺80年代嗰陣時咧，應該係最輝煌嘅時期啦。嗰陣時經濟起飛，咁我諗就算你講話香港嘅社會啊、文化發展啊，甚至香港人嗰個幸福感咧，應該都係處於一個最高嘅水平啦。咁我就非常幸運啦，即係我喺80年代嗰陣時咧，就係我嘅少年時代。咁我見證咗，亦都經歷咗喺香港所謂最黃金10年嘅時間啦。咁嚟到現代咧，我又唔敢話即係香港係衰落咗或者係走下坡。咁但係我諗係好多方面，經濟又好，社會發展或者係香港人嘅生活都好，我覺得喺方向上面可以話係有啲迷失嘅，有啲迷惘嘅。咁就算唔好講話佢有冇下跌都好，我覺得起碼可以講係有少少停滯啦，或者係減慢咗啦、緩慢咗啦咁。咁所以好似我呢一代人有見證過或者經歷過香港黃金10年嘅人咧，生活到現代就更加好似有少少覺得失落啦，同埋有啲惋惜嘅。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咧喺我哋呢一個作品裏邊咧，當我哋一路演出嘅時候咧，我好希望大家可以見得返一啲可能你哋自己以前有經歷過嘅一啲童年回憶，或者一啲集體回憶。一啲片段係你哋諗翻起你哋自己一啲生活嘅點滴，或者睇到香港曾經發生過一啲大事，一啲喺大環境裏面嘅改變。如果喺裏面你哋一路睇嘅時候，有少少感覺到被觸動、被感動，或者同我一樣睇到某啲位覺得有啲惋惜，有啲唏噓或者有啲失落感。睇到某啲位嗰陣時咧，又有啲會心微笑。咁我覺得我哋呢個作品咧，就做到我心目中想要做嘅嘢啦。